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下晝3:36，歡迎大家準時收看《福氣來了》，我係劉慧君。今日也係恁個拜祭咯，好空間來報道嘅單元，同所有鄉親朋友一下來關心到咧空間嘅話題哦。你啊講到腰骨啦、背囊骨、雙腰起來係現代人接聽到嘅咧鏡頭啊，無論係坐辦公室嘅，亦係講統一頭下做事嘅朋友，家感覺嘛，做下咪有啲方面嘅問題，除了講下背囊切以外。坐骨神經切咪係接會聽到嘅詞，上來咧兩種啊，有乜嘅樣嘅差別？你講到啊，會接同咧兩種嘅鏡頭咪唔錯個，偏偏咧同翻起啊，就搶到神經外科黃醫師來到我哋現場，我哋大家來打咗一股咯，黃醫師好。主持人好，我係神經外科嘅黃先生，我一下係衛工醫院嘅神經外科主任。我係衛工醫院嘅副院長，一下係台灣胃腸脊椎醫學會嘅副會長，我今本日當榮幸來也節目同大家來分享到一個專業嘅部分咯。按住說哦，我從每日做啲倡導嘅意思來到人家現場真是同好啊，或者你講到嘅嗬，對一方面嘅研究咪動程嗬，人都今本日來鄉親朋友嚟講下咧，嗬，本大家咪家間講做得來了解一方面嘅常識，對一個秋意嘅世界，喺本線上看嘅世界，你也好，真唔係講上班下真實嘅嗬，沙漠頭塔唔啲愛用解釋嗬，亦係想從嘢頭先係講到下背囊嘛，嗬，一個書法，應該翻譯是係講乜嘅下背痛嘅，嗬。你係所以來講台灣個嘛有80萬多人有也問題，但有人有按到。一定有嘅，因為嗬係起點嘅痛苦啦，哦，唔係像結尾啊、處尾啊，嗬，安尼嘅痛苦。所以講兩骨啊，對人來講啊，實在係同重要嘅一個結構啦，嗬，咩動到偏從兩骨來嘅，係啊。哦，古時呢，應講到咧個下背痛，即係講下背囊會痛嘅，也係對兩骨來嘅一隻痛嘅原因係按樣嘛。係啊，係安尼啦，開始嗬，做得看一圖啦，嗬，因為一種圖，最主要就係因個背囊入邊嘅叫錯咯。係啊，做卡本大嘅大家嗬太正確嘅觀念啦，嗬，形容。開始嗬，人哋背囊痛嗬，背囊痛嗬，係從肉來嘅，較後生嘅嗬，肌肉來嘅較多啦。背囊痛係肌肉來較多。開始大部分嘅病係肌肉來嘅，但是慢慢嘅嗬，骨頭啊關節就開始出問題，出問題家下嗬，大家做請先生嘅，因為一下嗬，科技當發達啦。當到檢查都得做得底係哪地位來嘅痛，嗬，摸青菜嗬，切下治療啊，梳頭嘅啊，還有做復健啊，切下勞動喺骨質做健做治療，但是呢，當到病呢，冇詳細檢查，唔知痛係哪地位來嘅。嗰時因為去做詳細檢查，啲講哦，一個素材會痛一個，佢本來係原因係乜嘅，簽到一個年頭，將來做治療嘅下好，冇講即家知道我係有胃痛嘅胃痛，人講什麼嘅會好，就其實做唔得按樣。做唔得按嘅，所以嗬，冇經堂嘅大家講，冇堂嘅講，有人講，唔做堂先生講。咁安尼爭錯啦，但是呢，年紀後生嘅嗬，同嘅年紀大嘅嗬，人嗬嘅偏係完全冇傾向嘅，完全冇傾向。係，所以講開始家下嗬，勞動即個係乜嘅偏，嗬，勞動做下係兩骨嘅偏。你冇聽錯，係冇聽錯，你啲請先生嗬同結構有問題，安尼真係正確嘅，冇飛到嘅腦袋項目先生嘅事件嗬，同佢切下治療、切下片，安尼係唔錯嘅。有人講一下嗬，講本先生看行個一個醫學按法睇來講嗬，上班下真正唔好講切下感覺一下係樣嘅嗬，做切下就講哦，也係乜嘅問題，係去做一正確嘅檢查，都想講一下講到嘅一個背囊嘅一個肌肉嘅問題咯，可能一搭嘅肌肉痛，可能係因為扮重嘅東西，亦係講有乜嘅動作嘅原因來
引起嘅，有的人係因為做生命嗬，各方面都有可能。一樣啊嗬，我想一個兼容嘅部分係一種，錯嘛？還有其他嘅嘛？當然係。按照看哈，你背濃通哈，有乜嘅原因哈，大家做嚟看一下。即開始人講係肌肉來嘅，但是哈主要嘅哈係從龍骨來嘅哦。龍骨來嘅片，龍骨來嘅片做動多嘅哦。因為哈係軟骨凸出來，他講上軟骨嘅嘛，所以要按嘅片。但是要大部分係上嘅片哦，唔係老人家係一經講佢上軟骨做唔錯嘅，因為哈。係自體免疫病啊，係自己嘅抗體哈，來破壞自己嘅關節咯，安尼咪會痛啊。但是呢，年紀大嘅就會有退化性嘅關節炎、扭骨，退化性嘅關節炎就會砸到神經啦，砸到神經。因為一個關節退化嘅，關節退化哈，一個神經就會壓迫到嘅。壓到，佢因為哈軟骨就冇嘅，軟骨冇嘅退化體咧。你就會有骨刺砸到神經，那但是又係咩動到啊？你片嚇動到種，嘅治療咩冇用用啊？當然有嘅人嚇，動到人嚇係骨質疏鬆嘅骨頭立體啦，佢咩動痛有嘅嚇，骨頭胖胖嘅人佢可能咩會按用，切架做按用立體。即係立體嚇，有嘅人嚇係小殼到嚇跌到嚇叫做立體。佢嗬老人家70、80歲、80歲歲動到人骨頭立體，佢會痛死，佢痛到按不頭叫唔做地，佢做下骨頭立體。哦，按你片人嗬都老人家聽到。按用佢骨數一個退化啦，韓國骨頭立體來講係老人家較多，韓國頭先講到僵直性脊椎炎，喺講到嘅足個背，後來講佢就係頭先講到自體免疫嘅問題。韓國來一個椎間盤來講啦，佢就變咗講唔係老人家咯，嗬，就係可能係後生嘅，按用講錯嗬，又就係講一個骨頭方面對兩骨嘅一個問題，太體係按用去。係啊，但是哈，做嘛要看先生，因為老人家進老到係切個骨刺啊，做切個治療都用嘅咯。因為吼係轉移性痛哦，因為係癌症。治療過後哦，上班下係因為其他嘅偏生都引起嘅，而且先生真檢唔出來哈，冇切個治療，但我都偏情啊，安尼對切個咪冇好。做嘛就冇通講過，一定要看先生，睇先生用嚟講。因為哈，根本唔係兩個嘅問題。佢精神科嘅問題啊，佢咩牙痛，佢本能會痛啊，牙頸佢會痛啊，佢扭到係骨刺啊。但是啊，唔好看嚟做，阿不頭所以唔睇啦，所以唔好見哪條痛，哪條就痛啊。規身就痛。規身咧就痛，但是啊，規身咧痛啊，扭到因為部分嘅先生啊，部分嘅冇經驗嘅醫生啊，我哋想講係兩個嘅問題嘛，佢檢查全部正常。但是因為哈小口有一些的問題，就拿來做治療，安尼哈唔自己痛嘅地方好耐來嘅，因為精神方面的問題哈，沒想到啦。哦，故所也嘅可能會引起嘅原因，其實有按多種咧，按多方面，按多面向咧，唔係單槍，你頭先提到嘅嗬，都係單槍兩骨嘅問題嚟嗬。故所咧嗬，也嘅愛情多原因來做治療，真係係一定重要。一樣啊，頭先就講到也嘅兩骨嘅部分咧嗬，你有乜嘅椎間盤啦，韓國有乜嘅講到腰骨啦，另外咧還有一個坐骨神經嘅部分咧嗬，一到按到嘅一個部分啦嗬，也可能就係基本講到主題相關嘅。安尼前面先來老太家講到係椎間盤嘅部分，其他接會有嘅一個旁邊嘅問題，先來係呢度嘅。大家做嘅看也圖嘅嗬，真嘅冇檢查，冇診斷，就冇治療啦。冇靠個診斷嗬，唔講我治療緣木求魚啦。慢慢很多椎間盤嘅部分很用咯。開始哈，就椎間盤開始退化，要退化乜嘅時間？18歲就開始。18歲開始退化。看到12歲就開始。按動作。咁嘛，人講細年嘅盲榜上咧。係啊，有啲人就按得較少見啦，大部分20歲左右啦，就椎間盤哈，其實先天性嘅嘅結構冇好，其實會突出來啦，哈，開始都出嚟一些些嘅，按你治療都動見係，哈，但是等到佢完全突出來哈，再用外科手術嘅，但是冇談到外科手術都驚咯，一下全部動微創啊。微創嘅辦法做得，要扎到地方做得結哈。到老人家家好，要椎間盤哈，
佢全部就退化體嚟冇嘅，所以老人家看到佢就變到較矮啲嘅，哦你講顏色太嚟會多叫，多叫作為最緊慢都磨體咧，磨體咧叫做多叫都較矮啲咧，但是較矮啲我唔怕，較矮啲有啲人就摘到神經嘅，但是大部分嘅人嗬唔會摘到神經，就很短順咧嗬，就係發炎天天，但細細嘅藥嘅就會，但是摘到神經要看樣係摘到厲害冇，人做強心上，哦建議按樣嚟治療。安尼啦，就會好，係啊，又做年紀冇強樣，其實會有強樣嘅片，你睇下就係強樣嘅片。好，嗰時候頭先亦有提到講嘅骨頭膨體去過後嘅，應講立體係一係咩影響下一種圖嘅最大嘅椎間盤退化嘅一個意思咯。咩，所以本身咧嗬骨質密度強差嘅，咩圖強差嘅？因為嗬就係細膜嘅程度，細膜卡細咧係較細啲啦，但細咧係咩度都動到啦。哦，因為嗬而家講嘅係椎間盤嘅問題哦，嘅骨頭膨體立體嗬，骨頭本身嘅問題，骨頭本身嘅問題，嘅整件嗬骨頭嘅品質冇好，叫做會立體就動痛。立體動痛以下面有當簡單嘅辦法，做得做也安尼嘅治療啦，吼，所以一般講嘅灌漿啦，嘅唔是米體，做得治療好安尼片，當到安尼盡量超過2000例的病例哈，全部係骨頭立體嘅，但是要看總會說一句話，做一看現場，用嚟建議，用嚟檢查，用嚟治療。好，就係用下最重要嘅啦，嗬，係醫院做詳細檢查啦，經過來聽醫生嘅建議，然後用嘅來做治療一等，真係當重要。那我也講一個坐骨神經痛，嗬，韓國呢也個講到椎間盤一個下背囊痛，嗬，有兩種嘅痛，自己分得出來冇嚇？分得出來。一樣係痛嘅感覺。痛嘅感覺嗬，同大家解釋嚇，係軟骨折出，像也好，軟骨折出，佢扎到嘅係神經，係軟骨突出本身哦，冇乜嘅痛，唔會痛。但係扎到嘅部分是較唔會痛，但係扎到嘅神經扎到神經就會痛嘅。但是坐骨神經係一樣嘅啦，坐骨神經就會從兩骨來嘅，那幾條就會 T4、T5 同第一頸椎有3條神經嗬，就飛合變咗坐骨神經。安尼嗬，坐骨神經痛嗬，大部分從兩骨來嘅，但是以為又唔是咩從兩骨來。哦呀，故數也都可能我下詳細嘅我哋留後前朋友來講下啦，嗬。點講到睇起來了解到講嗬，一個坐骨神經啊，韓國頭先講下背囊痛啊，嗬，一個查片過後，當然頭先入部分下個再詳細來講到，家下咧，有冇嚟講入部分以外呢，下個再來講一個治療嘅方式咯，多兩位先來聊下來。